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行優之謎講下錶。今日揾到一紮 Famula 介紹俾大家。有睇開行優個片都知道行優呢係好多 Famula 嘅。今日揾到一紮介紹俾大家，係超級優惠價嘅。第一隻呢就係白色 PVD 鋼殼嘅白色 PVD 鱷魚皮紋，個錶面都係鱷魚皮紋嘅。咁啊 size 咧就係36.9乘55.4，正宗嘅藍色，正宗嘅男裝 size。咁啊夜光針，黑色字。咁啊標的都係 PVD 同埋 PVD 白色扣。個原價咧就134000蚊，依家超級優惠價48300。跟住嘅都係全鋼 PVD， 一個就係藍色 PVD 藍色面，一個係灰色 PVD 灰色面。而藍色呢一隻呢，就夜光針夜光字，全自動3針 ，size 都係一樣39.6乘55.4。而呢兩隻嘅價錢呢，都係一樣嘅。原價123,500，一超級優惠價44500。而灰色呢隻呢，就係夜光字配藍鋼針。呢隻呢個 size 亦都係一樣嘅，全鋼殼。咁啊612.3就羅馬字。9字位呢就有個骷髏頭，咁啊配返夜光針，呢隻就有埋日曆。原價呢就係128000，依家超級優惠46100。呢個就 size 就細少少，夜光針夜光字，黑色 PVD 配黑色牛皮帶 ，PVD 扣。呢隻係全球限量100隻。呢隻就以前叫做 boy size， 依家就男女都可以戴嘅，係32乘45。個 size 係32乘45，3針自動，全球限量100隻，原價係73500，依家超級優惠26500。呢隻就係全鋼鋼帶夜光針夜光字 Casablanca 系列。呢隻嘅 size 同頭先一樣，都係32乘45。夜光針夜光字，全鋼帶，男女都戴得。原價1005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36200。呢隻就大少少，34乘47，亦都係夜光針夜光字 Casablanca 系列。原價係1060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38200。呢隻亦都係全鋼帶全鋼殼，上一圈鑽石。藍鋼針黑色字，個 size 係32乘45，亦都係男女都戴得。原價係16萬1，依家超級優惠價58000。而呢一隻呢，係
Long Island 系列，全鋼、藍鋼針、鋼字，全自動。個 size 係32×54.6，男裝 size。個原價127,5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45,900。呢一隻亦都係 Long Island 系列石英機芯，配翻 Color Dream Formula 獨有嘅 Color Dream 字彩色字，男裝 size 30.5×52mm 石英機芯，白色鱷魚皮帶。個原價係112,5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40,500。而最後一隻係酒桶型嘅女裝 size 25×35，石英機芯，藍鋼針，鏡字，粒的有藍寶石，適合女士佩戴。原價係46,500，依家超級優惠價16,800就可以帶走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過嚟尖東恆優或者 WhatsApp 我哋61279284，同我哋傾傾。多謝大家。